係唔可能改變嘅事實。而李根興呢條友咧乜都唔識，佢淨係睇下啲鋪啦，以前啲鋪係咁樣嘅，哈哈哈！呢一度咧就掂啦咁樣，佢傻嘅喎，佢唔知道北上消費，又唔知道網購，又唔知道香港咧已經，你睇下即係阿爺啊喺第一嘅 Covid 嗰時候嗰段時間已經搞掂晒嗰個海南嗰邊咧，即係呢啲免稅啊，啲人咧可以大陸人啊走去賣晒嗰啲免稅品，都唔嚟香港，唔需要再嚟香港咯。我仲要係有個 quota 嘅喎，譬如話你個 quota 唔滿，你去海南買唔晒，跟住仲可以郵購喎，頂你個肺，佢仲落嚟香港做咩啊？我啲所有嘅大陸朋友都話唔會再落嚟香港。喂，嘥錢啦，嘥氣啦，係咪啊？酒店啊，一日千幾蚊起碼，冇嘅咩？仲走嚟咯住，走嚟買嘢係咪啊？喂，成個世界改變咗，佢唔係喎，佢哋啲鋪頭好靚啊，好犀利啦咁樣，白 Q 黐㗎，以後都唔需要再喺鋪位度買嘢，咁咪傻㗎，蠢得咁交關啊！所以搞個乜嘢盛匯基金鋪位，但係就唔明白究竟商鋪係乜嘢嚟㗎？咁蠢嘅人走去可以做個咁嘅基金，真係黐 Q 線嘅真係。玩乜 Q 嘢咩？總有晴天咧，發神經！你明唔明白？你話總有晴天，你作為一個即係呢啲基金嘅負責人，喂，你都要同人交代下我點解覺得有晴天咧？因為乜，你攞啲 data 出嚟嘛，攞啲合理嘅資料出嚟冇？你仲有晴天啊！你俾錢我咧，我同你賭啦咁樣，發神經！唔識嘢，翻屋企匿埋收埋自己，唔好鬼害人啦，嘥鬼嘢，根興戇夢，唉，香港。有呢啲人真係冇運行。好啦，多謝晒，記住留低你意見，記住點讚同 subscribe。Thank you，拜拜。